儿消费了814块钱，然后现在没钱结账。咋子啊？你说，妈妈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你不管，马上，你们先吃啊。来呀，等！开门过来，过来给我开门。我不得那种不给钱的进到，我1个小时之内，老子在那儿不走，不得走，我不能走，知道？不要当眼哈。后来那个门，你不要问了，你来。哎呀，日妈给钱结账。你给他打电话，你给他说，我有办法，不要我妈给。我说啊，你转几百给我，你真想不到办法嘛？我说我真的不想把他看白，我一直在忍。他那不联系的时候，我到现在都没回他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时候出于什么心理，因为我只睡了1个小时，的确是喝酒喝多了的缘故，因为不睡觉，然后那个时间的记忆就短暂的一些断片了。把支付宝备用金给我点出来。啊？坐过来。备用金给我点出来，支付宝。一点。我很少用支付宝喂。你上这样给进医院啊？你不是要忙到去医我要院吗？给钱，我先给你。原来这人挺好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。不是唱完歌，我们走了之后，就感觉他有一点变化。大仔，要走，老子人不舒服得很了噻。第2天，真的，我加那个群了，加那个群以后，我发现他这群里面发的那些信息，包括发的那一些视频，我真的没理解到。他发什么信息？具体的就是在群里骂人这些，好像是还是。我现在很乱，我现在。